Hello，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咁我係風 Sir，咁以下咧亦都係 Miss Chan 啦。嗱，咁咧事不宜遲，咁我哋呢一條片咧會講啲咩咧？就係嚟緊4月1號開始咧，有好多同學仔咧已經係放呢一個復活節假期噶啦。咁喺嚟緊呢一個復活節假期當中，我哋有啲乜嘢記憶嘅訓練，有啲咩嘅課堂係會俾到同學咧？呢一條片我哋會講嘅係記憶宮殿啊！嗱，咁記憶宮殿係乜家科咧？咁一陣間我哋就留意一下啦。首先我介紹一下自己先，咁應該有唔少嘅同學咧係有上過我哋課堂，不過如果你係未上過我課堂，或者有啲家長你係唔認識我嘅話咧，我輕輕介紹下自己先。咁我全名咧就李鑑福，通常咧同學仔或者係家長咧都會叫我李 Sir 或者係風 Sir 嘅。關於我嘅背景資料，大多數都係同記憶嘅比賽或者係啲破紀錄嘅事情有啲關係㗎啦。06年，咁我係全世界第一個華人啦，喺國際記憶賽事當中攞冠軍。咁直到現在，咁我教記憶咧就快20年啦。咁喺呢20年當中咧，咁我都去過唔同嘅大中小學，亦都去過唔同嘅機構合作。咁我就唔逐間介紹。咁喺過往咁多年當中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嘅一啲過去比賽或者係啲破紀錄嘅事情有啲興趣，想知多啲嘅話咧，係歡迎喺網上面隨便揾得到我嘅資料㗎啦。因為你喺香港見到所有嘅電視台啦，所有嘅電台，大部分嘅報章雜誌咧都有訪問過我㗎啦。至於邊啲賽事攞啲咩獎，破過啲咩世界紀錄咧，我呢度就唔提，大家有興趣喺網上面去到揾。咁但係我都非常之感恩嘅，喺現在香港咧，基本上各個界別唔同嘅即係區。即係叫做範疇啊嘅一啲社會人士啊，或者係各個嘅一啲即係唔同嘅朋友仔啦，咁佢哋牽涉到一啲記憶培訓或者係提升專注力嘅課題咧，我都非常之感恩。咁佢哋都會係通常揾我去到提供一啲訓練啦，或者係一啲服務。咁我亦都係唔同嘅即係媒體啊，咁佢哋嘅一啲顧問牽涉到記憶培訓嘅課題咧，咁我都會同佢哋做分享嘅。好嗱，咁我嘅背景咧就講到呢度啦。關於記憶宮殿係乜家科咧？嗱，咁其實咧，歷史我就唔多講啦。咁其實咧，佢有一個別名嘅，通常咧有啲人會叫佢做羅馬房間法。咁顧名思義，就係由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咧，就已經係相傳係出現嘅一個嘅記憶方法啦。直到現在，咁你話有咁多年嘅歷史咧，一樣嘢仍然係存在，咁一定有佢嘅價值嘅。咁呢一個其實係做緊啲咩咧？就係一種空間記憶嘅訓練啦。所謂空間記憶嘅訓練就係乜嘢咧？我哋會帶住同學仔去到即係街外，去到一個戶外嘅環境，跟住咧我哋會一齊去到行一條嘅路線。咁我會設計咗一條路線咧，讓到同學去到記一啲嘅地標啦，一啲嘅建築物啦，一啲嘅特色嘅建築啦，或者係一啲路上面比較特別嘅一啲物件啦。咁透過喺呢一個過程，我哋要建立喺個腦袋當中一個嘅地圖。好啦，咁呢一個地圖一條嘅路線就係唔同嘅 checkpoint。咁讓到我哋去記咗啲 checkpoint 之後咧，第一就係記住一啲空間啦。第二就係利用呢啲嘅空間，我哋去進行一個嘅記憶嘅動作，我哋叫做掛鈎。意思即係將我哋需要學嘅知識放喺一啲咁樣嘅地點上面。嗱，具體嚟講咧，即係我哋個操作係點啦？咁我就唔喺呢一個影片入邊詳細咁講，但係我要同大家講，即係呢個記憶宮殿嘅培訓有啲咩嘅好處咧？好處就係直接針對性咁提升我哋嗰個嘅心象力。心象力意思即係咩咧？我哋喺內心想像一啲空間，或者係想像一啲圖像嘅能力，就為之心象力啦。越係立體，越係清晰咧，就越係好處多。咁好處喺邊方面咧？就係提升我哋嗰個針對性嘅叫做記憶力啦。咁如果你話喂，我想話咧睇完一本書，溫完一啲課書之後冚埋，喺去到考試嘅時候能夠精準地諗翻我當時溫書嘅情況，書裡面嘅知識寫咗喺邊啲位置，呢個就講求我哋嘅心象力啦。好啦，咁呢一個咧，其實透過記憶嘅宮殿咧，咁我哋係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訓練。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我哋要再去到 level up 即係去到高層次啲嘅，就係話書本入邊嘅知識，我哋係能夠精準地咧將佢放喺嗰啲地點度，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倒背如流嘅。咁當年咧，我自己咧，即係去外國比賽啦，咁亦都係憑住呢一個方法咧，咁係攞到一啲嘅賽事嘅冠軍啦。咁至於我自己作為記憶方法嘅用家，我係喺讀書嘅年代已經用㗎啦。即係我喺讀高中嘅時候咧，已經有用呢個方法，並且係用呢一個嘅方法咧，
係將我 A level 入邊唔同嘅科目知識咧，係清楚地背到晒去應付考試。咁我喺大學嘅時候，亦都係用呢一啲嘅方法去到讀書。咁喺教學經驗當中，我所有嘅學生都一定係會學呢一個方法，一定係用呢個方法去應用喺各個科目嘅記憶上邊。嗱，所以我係高度推薦大家咧喺嚟緊呢一個嘅復活節假一齊去參與呢個課堂。咁而呢一個嘅課堂，我係會有分咗小學組同埋有中學組兩個嘅組別嘅。咁首先咧，我想讓到 Miss Chan Chan 啦，去幫我哋解釋下或者係講解一下嚟緊呢個復活節嘅記憶宮殿，我哋嘅日子啦、上堂嘅地點啦，咁同埋一啲學費啦等等嘅安排嘅。麻煩晒 Miss Chan。Hello，各位家長，咁咧我哋嘅復活節課堂啦，會有2個 full day，記得咧，我哋記憶宮殿係做全日嘅。咁啊，全日裡面有啲咩做咧？我下一頁會同大家講。咁而家首先咧講咗，唔記得啊，我講咗個優惠先。咁咧個價錢咧就係880蚊，係啦，880蚊全日嘅課堂啦。咁有一個優惠就係2人同行咧，會大家都得到一個9折嘅價錢優惠嘅。咁咧全日做啲咩啊？咁我哋咧就分咗中學組啦，同埋小學組啦。我自己撳啦嚇。好啦，中學咧就會喺4月1號嘅星期三，係朝早10點到晏晝嘅5點鐘。而小學咧就會喺4月8號，都係星期三，都係10點至7點。好啦，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次咧係啦，10點至5點，10點至5點。係，仲要講3次。咁我哋就喺西九，今次去西九嗰度做啦。咁做啲咩？陣間阿風 Sir 會再同大家講下啦。咁我哋就10點前係有10分鐘時間，就會喺地鐵站嗰度集合。然之後咧，上晝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咧去西九唔同嘅地方啦，去記錄呢一個設施嘅。係啦，記錄一個地標嘅，然後我哋就會搭翻地鐵，一齊搭地鐵翻嚟我哋觀塘嘅課室嗰度，喺課室裏面食飯，然之後咧就進行下晝嘅時段嘅課堂啦。咁成個下晝咧，我哋都會留喺課堂嗰度，唔係課室嗰度進行嘅。咁喺課室嗰度做啲咩東東咧？就係首先我哋會去 go through 一次成個嘅朝早做過嘅嘢啦。咁就會同學咧要將朝早嘅嘢咧畫翻晒落去佢嘅工作紙入邊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有唔同嘅記憶材料，咁咧去俾同學咧去套用翻成個記憶宮殿嘅記憶方法喺入邊嘅。咁樣啦，咁啊分翻開小學組同埋中學組，咁每一個組別其實係大概做啲咩咧？咁就可以請阿風 Sir 去繼續講啦。好嗱，咁鑑於咧，即係中學組咧，嗱，即係我所謂嘅中學組同埋小學組啦，嗱，即係我都好坦白咁講，如果係對於一啲，就算你話而家我就讀緊中學，譬如係中一咁，但係有啲家長可能會覺得，哎呀，但係我咧個小朋友咧，即係而家都仲係小朋友咁佢咧完全未學過記憶方法嘅喎，咁又或者咧個時間上面啊，咁4月1號咧我就唔到喎，可唔可以 join 4月8號嘅小學組咧？係可以嘅，係啦，咁但係你就會預咗咧，即係4月8號嗰日咧，就基本上就大部分嘅同學咧，咁都係小學嘅呢個年齡。咁調翻轉咁講啦，如果有一啲嘅同學仔去到5、6年班，咁家長認為咧，其實佢哋都好成熟，甚或者咧已經係有跟開我上堂，好熟知我所有嘅唔同嘅技巧，咁就會問到4月1號可能已經放咗假嘅時候，可唔可以 join 中學組咧？嗱，咁就係可以嘅。嗱，咁呢度咧我就會講講啦。中學組咧，咁顧之然我嗰個嘅第一年紀啦，即係除咗年紀之外咧，其實就會係嗰個認知能力嗰方面，我會係即係預算啦，咁會係高啲嘅。咁變相咧，我喺揾地點嘅時候咧，我會個節奏快啲，並且咧喺個量上面咧會多少少中學組會係數量嗰方面多少少。咁然後啦，我哋返到去即係課室嘅時候，我哋食 lunch 啦，咁當然份量都相對多少少啦嚇，因為咧中學組我預計咧，即係佢哋都係化骨濃啲啲嘅，咁變相咧食嘅嘢咧應該都會多啲嚇，咁價錢不變嘅嚇，咁但係咁跟住咧到我哋記嘅時候咧，嗱中學組咧就即係即係。記嘅嘢就多元化啲咯，我個要求會高啲嘅咁我哋咧就唔需要同學帶課本嚟咁
但係咧我就會記一啲同學科會係有啲相關嘅，例如係中學科會出現嘅歷史科啊、中史科啊，有一啲歷史嘅年份啊，或者係咧某啲朝代嘅順序啊，甚或者係一啲地圖啊、國家名啊，以至到咧一啲嘅化學元素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學科裏面一啲相關嘅一啲重點性質嘅資訊咧，咁我都係希望佢哋會運用到嚟去記。咁就即場咧去利用翻我哋喺早上揾嘅嗰幾十個嘅地點啦，咁跟住咧就直接去到應用落去記，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嗰個實際應用嘅部分，中學組。咁至於小學組咧，我哋嘅應用咧就會係圍繞住詞彙比較多啲嘅，咁有可能係中文，有可能係中英夾雜咁樣嘅一啲詞彙啦，咁讓到同學咧喺下晝嘅時候就會係運用地點，我哋一齊去記詞語。咁呢個應用目的就係乜嘢咧？咁最簡單喺平時嘅默書嗰方面啦，咁係能夠運用到呢個方法，讓到同學自己去準備默書，又或者去到測驗考試嘅時候，將會出現嗰啲我哋叫做不公詞嘅填充嘅時候咧，咁同學係可以自己去到準備呢一個嘅課文，去到溫習去記重點，就係用翻呢一個叫做記憶宮殿嘅手法去到做。嗱，咁所以中學組同埋即係叫做小學組咧，咁主要係喺嗰個嘅記憶嘅範疇嗰方面，運用嘅材料範疇嗰方面咁係會有分別嘅。咁呢個先同大家講定啦。我覺得就成個記憶宮殿咧，嗱，首先我哋係假期先做到啦，係平時咧係返學嘅時間係做唔到嘅，係啦。而呢一個全日嘅班咧，以我哋嘅目標嚟講咧，真係話咩咧？建立小朋友嘅記憶嘅自信心、學習嘅自信心。因為你諗下咧，其實我哋以往每個小朋友嚟到能夠記到咁多地點，再記到咁多詞語嘅時候咧，佢第一樣就係我唔怕啦。我識得記啦，咁咧佢哋對自己日後學科嘅信心咧係會大咗好多咯，係啦，係啦。咁而中學咧，即係講真，風 Sir 咧都係行此路走出來嘅，有一個唔合格，唔好意思啊，肥仔嚟嘅，咁咧跟住咧就用咗呢一啲即係自己親身嘅去實踐啦，唔同嘅科目啦，而得到一個好好嘅提升啦。咁所以喺當中咧都希望能夠幫到我哋嘅中學嘅同學仔啦，係啦，去爭取翻一個好嘅方法，而係讓大家有翻信心去學習咯。好，咁咧我自己咧係啦，我自己係啦，頭先 Miss Chan 講得好啱嘅，我自己咧就真係即係由一個用家咁就去到走到現在嘅咁因為歷史我就自己嘅歷史唔多講，但係我曾經即係試過小學嘅時候成績超級好，入咗一啲好好嘅中學，但係入到中學嘅時候，太多嘅勁人喺當中，以致到我完全冇心機、冇滿足感去讀書，於是咧就好平。好求其，冇讀機，即係冇動機、冇興趣去到讀書，卒之就喺會考嘅時候咧表現得唔好，咁要重讀中五。咁我喺重讀中五嗰一年係接觸到記憶方法，咁當其時最令到我感到震撼嘅方法就係呢一個記憶宮殿。咁跟住咧，當年係冇人教我點樣去到運用喺我讀書嘅學科當中。所以我就自己去摸索，一路摸，咁上到中六繼續摸，一路咧就摸索到，然之後攞到自己嘅方向。去到大學啦，咁一路都係應用翻出嚟。咁然後我喺真係攞咗冠軍即係喺香港咧記憶呢方面出咗少少名之後，我就已經開始教記憶方法咁由小學生到唔同嘅中學生，到教大學生，甚至去到做企業培訓。以至到而家一啲嘅長者即係退咗休之後要做一啲健腦嘅訓練，預防腦退化。唔同年齡層次嘅人咧，咁其實我都有教佢哋唔同嘅記憶方法，當中絕不會缺少嘅就係記憶宮殿呢個方法。而剛才 Michelle 講得好啱嘅，記憶宮殿呢個方法，我哋要做到揾地點呢個動作，即係同同學一齊走出去呢一樣嘢咧。係真係只有喺假期先做到嘅啫，所以嚟緊呢個復活節假，希望大家啦，把握呢個機會，把握呢一個嘅時間每一年咧只有呢幾次嘅時間咧，我哋係能夠一齊走出去嘅啫，其中就係復活節啦。好，
好啦，咁你去到最後咧，想查詢啦或者報名嘅話咧，就 WhatsApp 我，係啦，55281088。55281088呢個係 Miss Chan Chan 嘅 WhatsApp，咁大家咧可以 WhatsApp 去到查詢報名。咁至於點樣可以攞到嗰個二人同行或者係有啲咩嘅優惠自己去到問 Miss Chan WhatsApp 佢，咁然之後咧 Miss Chan 就會同大家去到聯繫噶啦。好啦，咁我喺課堂見啦，拜拜。好，呢條影片到呢度，下個嘅課堂我咪係到時上堂見，拜拜。